campo, jogada ensaiada, com certeza para a chance do tricolor. Raí na batida, ele passa a Capriça, garotinho, Capriça, rolou para Cafu, para Raí, pro gol.射波要重炮，講波要識拗。肥蘇大師兄林蚊同你爆足90分。繼續翻嚟爆足90分啊！6月30號嘅第二節時間嚟㗎啦。咁啊，繼續有我肥蘇嘅獨腳戲啦。咁啊，第一節都講咗即係幾支強隊嘅即係死因或者嘅即係研究佢哋嚟緊係世界盃啦，同埋世界盃後係如何咧咁樣。咁當然我其實就點解即係因為我哋嘅節目即係你大家都知啦，即係唔可以每一日去同大家做嘅時間咧，咁我就唔從每場比賽去講，除非佢有特別嘅關鍵嘅比賽啦。咁其實西班牙即係你講翻轉頭幾場比賽，第一場對荷蘭就打錯部署，mark唔實洛賓啊後防線啊拱咗上嚟，咁我大敗，道成大敗。咁再加上就第二場最關鍵啦，反而對呢個嗰場智利，佢哋其實對智利係好關鍵啦。咁嗰場波起碼攞分都仲有機會出線，點知仲要輸埋咧？呢個係最大嘅關鍵。咁當然其實即係點樣都好啦，自己表現唔好咧，都係首當其衝咧就出局嘅原因嚟㗎啦。咁葡萄牙亦都係啦，我都話擺唔正嘅心態，唔當自己弱隊，當自己強隊打咧，就同德國鬥攻咧，呢個係死快啲，講得俗啲叫死快啲。咁其他球隊尤其是意大利同英格蘭就唔使講㗎啦，即係自己唔爭氣。其實嗰組就每一場都難打，仲諗住咧最好笑就係諗住嗰隊哥斯達黎加最好執嘅，點知咧就一隊就輸咗俾哥斯達黎加，一隊咧就仲要臨尾咧就只係和咗波嘅啫。咁所以其實即係變咗幾支球隊咧嘅出線一路大家都會睇住咧，其實都有啲軌跡㗎啦。睇完第一場咧，其實都幾危㗎啦。好啦，咁啊第二節咧就講翻咧一啲亞洲球隊啦，即係其他州份嘅球隊啦，即係。其實我唔知大家對於亞洲球隊，即係始終啦，我哋都係亞洲人，即係無論就算冇中國隊、冇香港隊，咁始終尤其是喺本地啦，即係我自己覺得都有好多人睇好日本隊同埋或者韓國隊。即係其實咧，我喺賽前啦，我又唔怕話俾大家聽，我上一集咧咪同大家講，我同有個人就嬲我咧就輸到英格蘭，究竟出唔出到線啊？去咗4強啊？唔係出唔到線啊？咁我就同佢玩咗啦，好啦。咁另外有個朋友喎，都係行家嚟嘅喎，就同我咧就輸到日本嗰度啊。咁啊話日本應該出到線，咁我就話日本出唔到線。咁其實點解我會咁睇唔好日本呢？咁首先其實日本隊咧亦都係一個擺位嘅問題。嗱，即係無可否認，上一屆世界盃咧喺岡田武史嘅領導下咧，球隊係打得相當好。咁而且咧就最重要一個環節啊，就喺個防守能力上面，即係防守能力咧係做得相當好。現代足球有一樣嘢，你可以唔入對方波，但係你亦都唔可以俾對方係咁入波。咁呢樣嘢咧，亦都係即係日本隊咧。其實近年嘅發展咧，你見到日本隊咧，當然有一啲唔錯嘅球員啦，尤其是大家會話哇，本田圭佑啊，香川真司啊。嗱，但係個問題在於，究竟日本隊係咪一支好嘅球隊先？嗱，喺亞洲咧，你極其量咧，你可以打控制。你可以猜住對方踢，你甚至喺個人技術上、技巧上，你好多都可以超越咗一啲亞洲球隊。但係去到世界嘅舞台咧，就唔容許你有呢一種嘅，即係嗰種狂妄自大或者非分之想。即係老實講啦，去到世界嘅層面上咧，其實即係日本隊都仲未夠班咯。嗱，首先講領隊先啦。沙捷朗尼究竟係個咩領隊？沙捷朗尼多年嚟喺意大利教。曾經都叫做當年啦，叫做成名作就係帶領烏迪尼斯攞多聯賽冠軍。咁但係 AC 米蘭啊，或者係啲其他球隊咧，最終都係失敗收場。咁首先呢個領隊嘅先決條件咧，就係即係佢個班次嘅檔次問題。嗱，佢咧即係唔係講得難聽少少啦，即係嚇佢連同廣州恒大嘅領隊立比去比較嘅媲美嘅能力嘅機會都冇嘅，即係佢個檔次啊！首先嗱，呢個先決條件已經係呢樣嘢。咁再者，其實沙捷朗尼咧，淨係有個先天差嘅條件，就係佢從來未教過國家隊，同埋未帶過一支球隊打呢啲世界大賽。嗱，呢樣嘢先係最關鍵。即係我哋有時見到咧，有啲球隊啊，或者有啲領隊都唔係出名，但係佢其實多年嚟都帶住國家隊，或者係一啲嘅浸淫咧，或者做副手咧。咁呢個係一個相當好嘅一個進程。但係沙捷朗尼咧，佢本人咧就唔係咁樣出身嘅，佢本人都係帶球會出身，然後咧跟住就突然間就即係喺上屆世界盃之後咧就過咗嚟咧帶呢個即係日本國家隊。呢個係佢嘅經歷，即係佢個背景本身已經有一個先決條件嘅問題。
第二就係話佢自視過高啊，對於日本隊。雖然啦喺外圍賽啦，或者係甚至一啲熱身賽，佢嘅表現出色，甚至大家記得啦，哇！上年打熱身賽又贏比利時，又贏荷蘭咁樣，好犀利喎，咁啊和荷蘭喎，咁而作客贏比利時喎咁樣。咁但係咧，世界嘅警號，即係人哋嘅國家隊咧，都會咧對於日本啊，或者對於一啲球隊咧，都會而家都會重視每一支球隊。如果你係踢世界盃嘅，哪怕嗰支係一支哥斯達黎加，哪怕佢係香港，哪怕佢係尼泊爾。即係每個領隊咧都會做足功課，都會嚴陣以待。咁啊，同嗰啲熱身賽咧完全咧即係不能比美。即係喺世界盃咧，我即係據大家嘅認知或者一路以嚟嘅進程咧，係會對待咧比起熱身賽咧會更加嚴謹啦，同埋呢個態度會認真，尤其是球員嘅態度。咁所以日本隊咧其實本身咧即係唔係咁高咧係嘛，就已經唔能夠咧用一啲嘅熱身賽去比。咁再者咧，其實日本本身個問題咧都好大。嗱，而家咧日本隊咧，即係我唔知係近呢10幾年嗰個發展，着重技術型啦，着重中場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中田英壽，跟住就到中村俊輔，後期嘅遠藤保人，甚至長谷部誠等等，好多出色嘅中場球員湧現，甚至近年已經係去到，亦都有本田圭佑同埋咧香川真司。好啦，咁當你用呢兩位球員做重心嘅時間咧，首先你個戰術配搭上究竟本田圭佑嘅擺位啱唔啱呢？甚至香川真司嘅起用亦都好唔好呢？嗱，我就唔見得咧呢個沙治朗尼咧起用香川真司嘅時間會多得過曼聯，亦都見唔到咧佢用香川真司嘅作用係好大，甚至本田圭佑亦都係，即係所以其實而家變咗咧，即係本身沙治朗尼喺國家隊嘅起用咧都係有個問題。咁甚至如果詳細去了解去研究日本嘅足球呢幾年嘅一路起用啦。好多外流球員其實咧，佢翻嚟演練啊，或者佢去夾檔嘅時間咧，其實唔多嘅。外流球員好多，但係有啲本土嘅骨幹球員佢又冇起用。咁如果老實講啦，你前線起用得嘅大迫勇也，咁點解國內有部分幾好嘅前鋒球員或者有經驗嘅球員會唔用呢？嗱，呢樣嘢即係我自己覺得，大迫勇也係咪可以咧已經係孭起隊波？大迫勇也係咪已經係一個雖然已經去咗海外踢啦，又話點啦嚇，但係咪孭得起隊波呢？有乜嘢表現令到大家信服佢場場可以打正選呢？即係呢樣嘢我就真係一大問號。即係雖然佢轉會咗1860慕尼黑，加啲都叫打德乙，咁但係又代表乜嘢呢？係咪一定要打正選呢？咁啊，如果你問我岡崎慎司就表現好，即係個經驗啊，岡崎慎司嘅作用會大過佢咯。咁再者啦，其實甚至老將叫做老將32歲嘅啫，都係大久保家人咧，都仲好過佢。咁我就唔明點解大迫勇也喺第一場打完之後完全係碌碌無為，完全冇表現嘅情況下，都仲可以繼續坐喺個正選位置上。好啦，而家日本仲冇中鋒咧，一路咧以嚟咧都解決唔到中鋒位置。其實嗰個人才啊，即係大膽啲講咧，20年前嘅發展到今日啊，係會差過而家，而家越嚟越差。當年大家話差極都有個譜，有個三浦知良。嗰陣時有武田修宏，高中鋒有高木琢也，跟住到後期咧又有中山雅史啊，甚至巴西入籍嘅呂比須啊，即係盧比斯啊，即係你嗰陣時都仲有紮人選啦，可以俾你揀啦。即係而家衰到咁樣嘅情況下咧，即係完全咧，其實由06、10、14其實嘅前鋒選擇都唔係多。咁上屆岡田武史叻嘅地方就係將阿本田圭佑懟咗上去前鋒位置做一個假中鋒，然後就控住波同埋組織。嗱，呢樣嘢就係阿岡田武史係好懂得日本球員嘅特性，亦都係善用陣中球員嘅特性，而令到上屆日本隊有咁嘅成績。好啦，前鋒線上唔掂，後防線上又唔掂喎。後防線上咧，老實講，今時今日嘅後防線咧，即係阿沙治朗尼咧，又係過分麻木地重用一啲球員。即係老實講，如果你問我，吉田麻也呢啲真係講得俗啲叫算把啦。即係佢可以打正選嘅情況下，如果係我係佢，就是但都揀一個即係中澤佑二或者田中鬥利王。無論身形、無論經驗、無論嗰個能力，都唔會差得過佢哋其中一個人嘅情況下。甚至咩佢而家就使用今野太幸同埋咧係呢個嘅吉田麻也，即係我覺得即係等於脆麻花嚟嘅啫。即係嗰個中後場咧，完全咧係中堅冇人嘅，係啊，係唯一靚靚在兩隻閘位嘅啫，內田篤人同埋即係阿內田篤人同埋長友佑都嘅啫。咁所以我真係覺得咧，日本隊咧其實係好大問題。再者，
個擺位上又係個問題啦，即係又唔覺得自己係弱隊嚟嘅，諗住呢組實出緊線嘅嚇，贏緊科特迪亞嘅，贏緊希臘嘅，贏緊哥倫比亞嘅，即係完全都唔係嗰路啦。最好笑呢個本田圭佑喎，賽前話攞世界盃添喎，你真係發夢冇咁早啦，你翻歸啦。即係老實講，即係你未到，根本未到嗰個水平。即係老實講，如果日本喺98開始入嚟呢，至到今年為止呢係打得最差。即係98年世界盃，大家回想翻，唔信啊，上去睇下片。每一場波雖然都係輸，但係其實都有所表現，同埋當時係冇世界盃嘅經驗，係完全係打得對版。02打到16強，杜斯雅教當時培育咗好多球員出嚟嚇，跟住06即係雖然都係麻麻地，但係起碼都仲有啲鬥志啊，亦都係有啲表現俾人睇。你係今屆最衰。所以即亞洲球隊嘅擺位真係要好正，你自己都要，即係其實每支球隊都要好正。究竟自己咩擺位呢？擺位錯咗就係錯咗㗎啦。好啦，講完日本呢隊南韓仲好笑。韓國隊如果你問我韓國南韓呢，如果以人腳上呢，其實呢就好過日本嘅，因為始終佢中前場嘅人選呢係多。佢又有個叫 happy problem 喎，佢又有開心嘅煩惱喎，佢係人選係多到不得了喎。但係呢。即係領隊唔掂喎，佢呢個領隊仲差過沙治朗尼。阿洪明普呢，我就好敬重呢個球員嘅，我不嬲都即係認為呢個球員呢，亦都係一個不可多得嘅隊長人選啦。當年啦，打韓國隊做隊長，帶領球隊啊，各方面啊，好令人信服。但係作為一個領隊呢，其實洪明普亦都係幾大問題。不過話說回來，即係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呢，即係根據好多報道呢，其實牽涉到係韓國自己、南韓自己。即係足協入邊或者叫足球嘅入邊呢，係佢哋太多嘅派系鬥爭。個派系鬥爭在於呢，一方面呢，即係仲用希望呢係支撐嘅許丁茂嗰派呢，就支撐係要起用國內嘅即係主帥領隊。咁另一方面呢，就係即係另一派就要用喜愛呢，就海外嘅，亦都係想要啲出名嘅領隊。咁啊爭持不下啦喺度，即係兩邊有一個角力。咁所以呢，搞下呢，其實呢幾年呢，韓國隊都拖慢咗個腳步嘅。咁曾經換過幾個領隊啦，咁甚至上一屆嘅領隊就崔康熙啦，即係上一任，其實幾個呢都喺度原地踏步喺度呢，就嘥咗時間。咁再者，洪明普喺上年帶完奧運之後，雖然係攞咗個第4翻嚟，但係個問題在於佢過分信任咗一啲佢嘅部屬啊，即係佢過分太早嘅改朝換代，太早呢。就係將一啲未成熟嘅球員咧，就要充當大任。呢樣嘢亦都係一個咁咯，韓國隊即係嗰個叫做新舊交替嘅過分過快嘅，加速太快。咁有部分嘅老將好似前線上啦，其實有好多唔錯嘅球員，好似阿李根浩啊，其實都幾 OK 嘅。或者阿池東遠啊等等，即係有好多球員都幾好。哇，甚至孫興文呢啲幾好。但係咧，孫興文咧，譬如21歲啦，阿池東遠都係咧23歲啦。咁其實頭先講嘅李根浩啊，或者係即係表現唔係咁好嘅朴主永，其實喺佢哋唔能夠帶呢隊波嘅時間，咁其實係咪應該要有李東國喺前邊呢？李東國雖然係年紀大，但係佢一路以嚟呢幾年呢，如果喺全北現代啊，或者睇到佢打亞冠嘅情況呢，佢係能夠帶呢隊波喺前線有一個即係穩定嘅作用。中場上亦都係啦，即係再者，其實而家呢韓國隊呢有一樣嘢賣點嘅。以往呢，我哋韓國隊呢見到呢打出嚟嘅呢個狀況呢，就一定係整體啦、鬥心啦、嗰個韌性啦，同埋嗰個體能等等呢幾樣嘢。但係呢，喺呢隊度見唔到喎，嗰種嘅強韌性係見唔到喎，即係嗰種好似無精打采、好似無主孤魂嘅感覺。咁再者，而家其實韓國隊問心啊，真係冇一個即係叫做大佬人物或者叫做可以發聲嘅人物。即係以往都仲有好多嘅一啲即係一路新舊交替嘅情況下都會有，甚至去到朴智星都係後期由僆仔變咗個大佬，變咗個引領人。上一屆嘅世界盃，佢都係一個可以發聲嘅人物。但係到今屆，好啦，落後緊嘅時間，當球隊落後緊好迷茫嘅時間，邊個企出嚟呢？邊個咁嘅氣質係做一個隊長，亦都係帶領隊球隊呢？真係冇嘅。唔係啊，而家人選係幾好噶。你睇下韓國隊，其實好多球員呢都喺海外揾食啊，甚至喺英超先，金普景啊打加迪夫城先係嘛？緬恩斯啊巨池節添係嘛？有巨池節啦係嘛？甚至有啲都喺中超揾食等等。李青龍喺保頓啦係嘛？咁但係問題係當
輸緊波，當球隊迷惘緊嘅時候，邊個企出嚟呢？其實我真係幾欣賞韓國有幾個球員，尤其是我自己幾中意咧，阿祁成容。祁成容係一個相當好技術嘅中場球員，即係喺韓國少見。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韓國隊係走入咗一個謎團，就係、首先就係、即係唔夠經驗啦。第二就係話真係其實冇一個大佬肯出嚟，即係出到嚟去指揮啦。咁再者其實有紮球員都幾有呢個 potential， 真係好有 potential， 而且係即係可以成為咧即係一啲幾好嘅球員。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領隊唔夠經驗情況下，再加上球員都唔夠經驗情況下，韓國隊今次或者南韓隊今次起世界盃就走錯路咯。好似對阿爾及利亞嗰場波，佢哋好似好有即係好似諗住對手可以贏到，其實呢一組根本對佢哋嚟講係唔易打㗎。比利時唔易打啦，係咪？比利時嗰場波其實已經係叫做最後一場例行公事咁滯㗎啦。咁完全咧韓國隊都攞唔到上風。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亞洲球隊要擺位啊，或者揾領隊咧，真係要好對。尤其是喺咁弱嘅球隊，個領隊嘅重要性比起啲強隊係更甚。即係強隊都仲有，譬如你阿根廷，你個領隊唔掂都仲有美斯啊；你巴西隊唔掂都有個尼馬。你而家係問題，你韓國、日本係冇啊嘛，冇呢啲人選啊嘛。你而家未去到世界頂級㗎嘛。咁所以其實即係亞洲球隊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反而今次咧澳洲係反而見到將來。即係澳洲咧，反而係即係喺人選真係而家青黃不接嘅情況下，反而佢哋嘅表現咧，仲令人有一種叫做鬥志，同埋見到即係打出嚟咧有啲即係起色啊！即係反而都仲係即係悲觀之中或者叫失望之中咧，反而國內一片輿論咧都覺得佢哋有所交代。雖然3場輸晒，但係其實佢哋打嘅兩三場波都係打得唔錯。咁都雖然啦，當年第3場佢哋對住西班牙已經出過嘅情況下，俾一啲年輕球員踢嘅，或者叫俾後備球員踢嘅時間0-3輸波，亦都無話可説啦。咁所以其實真係亦都不過佢哋都要諗啦。當然啦，其實澳洲嘅改朝換代仲犀利過韓國、日本。其實佢哋喺06啦或者10上一屆咧，其實佢哋一班好波嘅，尤其是喺英超啊、歐洲揾食嗰班嘅球員嘅退落嚟嘅情況下，今時今日都仲係靠住比斯安奴同埋嘅加利卡同埋卡希爾同埋前線嘅卡希爾，咁變咗其實球隊咧就真係都要諗係後呢班嘅黃金一代之後究竟何去何從啦。咁澳洲國家隊其實今次就真係如果亞洲隊嚟講咧，就算係咁。咁當然啦，講伊朗啊，伊朗即係今年亦都係如果以大家完全冇對佢有寄望嘅情況下咧，佢係俾咗啲意外大家嘅。咁其實咧就如果據消息講咧，即係伊朗嘅情況都幾特別。嗱，伊朗其實當年啦，即係大家都記得啦，尤其是98啊嗰啲，即係其實佢哋打得相當好。當時嘅明星球員好多啦，好似阿里戴伊啦，好似巴哈利啦，甚至中場嘅阿斯斯咧，令人眼前一亮。及後有好多球員都去咗歐洲揾食。但係咧近年咧，伊朗嘅足球面對好大問題啊，因為伊朗咧呢個地方都比較極權啊，同埋咧就令到咧即係球隊咧好多時係淪為一啲叫政治工具。咁甚至咧今年喺即係備戰嘅過程啦，亦都係唔得到支持，話球隊冇錢啊，又講笑咧，即係傳到消息就話冇波衫啊，你哋唔好換啊咁樣等等。咁啊加上咧甚至連備戰嘅幾場嘅熱身賽都要靠基洛斯啲人面咧係去搭救咧，跟住就嗌啲球隊咧就唔好收起金啊，或者一啲成本啊，如此類推啊，即係拉扯啊，先至有幾場波可以做到熱身賽。即係你話幾陰功啊！即係其實伊朗依班人老實講，你話質就唔高㗎啦。但係咧好多球員打出嚟咧，就始終咧即係佢真係有一種嘅鬥志喺度。咁同埋咧，即係伊朗咧而家都要諗咧嚟緊新一代咧究竟係點樣去接班？一批真係連最後一批最好嘅球員，好似尼高蘭都正值33歲㗎啦。咁嚟緊都要孭飛嘅，好似即係入籍嘅迪查加啦，即係本身佢係德國裔，即係德國嘅，但係佢都係伊朗裔咁入咗籍啦。另外泰莫尼恩都係開始年紀大啦，31歲啊。咁啊蘇積爾亦都係最後啦，即係當然都29歲都仲係當打，咁佢亦都係要繼續孭起球隊隊，即係孭後隊啦。咁同埋基洛斯嘅離去之後，究竟嚟緊嘅領隊人選係點呢？我自己覺得亞洲球隊其實而家喺世界盃再一次反映，其實個擺位要正啦，千祈唔好當自己強隊先咯。即係冇得打㗎，即係而家似乎亞洲足球嘅發展都仲係其實停滯咗喺一個地方，即係唔好當自己亞洲而家好巴閉又點，即係我覺得係其實比起02啦，02嗰屆尤其是亞洲球隊係有一個好嘅
表現或者成績之後呢，似乎呢兩屆呢，尤其是呢一屆呢，就去翻原點，即係翻咗落去仲衰過之前。咁啊，講翻非洲球隊先啦，非洲球隊就都係古靈精怪啦。當然啦，有兩隊出咗線嘅就係一隊唔搞嘢嘅阿爾及利亞啦，咁同埋呢一隊呢就選擇性唔搞嘢嘅尼日利亞。大家都知尼日利亞不嬲都係其實個能力呢同埋個人能力呢都即係不容置疑嘅，但係經常呢就古靈精怪。咁但係呢今年嚟講呢，我自己覺得呢班人呢我都值得一讚嘅，即係呢班尼日利亞球員呢，老實講你話質素呢。就真係不及咧，即係以往尤其是98啊，甚至以往嗰啲㗎啦，02嗰啲㗎啦。咁但係咧，就呢班仔咧就黑仔咧，呢班尼日利亞仔咧就肯砌啊，而且即係已經即係我諗好多球員咧，即係今時今日已經出咗外揾食，錢咧就唔缺，咁咧都冇乜搞嘢㗎啦。即係呢樣嘢係即係欣喜嘅地方，即係有時即係大家唔好即係話我哋危言聳聽，成日都講啊啲非洲球員係咪咁揦渣啊？啲非洲球隊係咪成日打假波啊？等等嗰啲古靈精怪嘢啊，係有好多嘅，即係甚至我有好多小道消息，好多年已經係咁嘅啦。喀麥隆啊，好多隊非洲球隊，只要你開價啦，都唔係好貴嘅，就幾百萬咁已經搞掂咗。咁當然而家今時今日你即係而家牽涉啲錢仲多嘅時候，梗係唔係呢個數目啦。咁還好就係呢隊尼日利亞，即係今次啲世界盃咧都肯砌，同埋咧個分組上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呢組最慘嘅地方，即係我戥波斯尼亞唔抵。即係波斯尼亞其實兩場波，尤其是即係個判決咧，尤其是對尼日利亞嗰場咧，係個入波咧就本身係冇越位，然後跟住球證判咗咧，然後最關鍵令到嗰多人第二場嘅賽事咧係令到佢攞唔到分咧，最終出局嘅啫。咁所以其實就尼日利亞當然咧有個好彩嘅出線啦，我自己覺得都叫做其實佢哋出到嘅呢一組係可以有能力出到。咁啊再者其實就喀麥隆又好得意啊呢班波，即係不嬲嚟講咧都係啲獎金啊。啲錢啊，比較關注啲啊，即係古靈精怪咁啊，0-4輸俾克羅地亞啦，跟住大對巴西嗰場佢又好鬼醒啦，佢又好鬼精神啦咁樣，即係啲反覆好大嘅呢隊球隊。跟住啊，桑治唔知係咪冇心機踢定點啦？40分鐘即係對住克羅地亞自己搞咗個出場。咁所以其實呢班波即係我自己覺得喀麥隆，尤其是喺後伊杜奧年代，即係其實伊杜奧拜拜咗之後，其實更加究竟佢仲繼續踢，可能繼續踢都未定，因為畢竟米拿都踢到42歲，伊杜奧而家都係30零幾歲嘅啫，係嘛？咁所以其實不過冇用啊，入到咪就入嚟世盃度揾水咯，都唔係踢波。咁但係呢條科特迪亞先令，我相信係令所有人跌眼鏡。今年嘅分組咧，如果以第3次入世盃決賽周嚟講，科特迪亞亦都係最有機會出線。即係我真係好嬲嗰場波，即係我睇一路睇。我真係覺得呢班即係科特迪亞，我唔係講全部人搞嘢，因為其實科特迪亞大部分球員都揾到水，即係我都唔知做乜嘢究竟。即係兩個希臘嘅波都係佢哋自己送嘅，送一個唔夠喎，追翻成平手，幫嚟追翻成平手唔夠，仲要臨完場補時，仲要搞一個12碼俾對方，咁算咩意思呢？我真係見到鄧亞杜巴、鄧亞托尼兄弟真係慘，即係以咁嘅人腳嘅科特迪亞冇可能喺呢一組出唔到線。縱使其實今次科特迪亞打出嚟嘅表現都一般般，但係起碼對日本嗰場有鬥志，見到後備出嚟杜巴帶領球隊係能夠反勝對手。哇！睇住呢班波今年仲唔有機會出線？咁你想搞乜嘢呢？究竟我真係唔明白嗰個 C.O. 喺度做乜嘢呢？臨完場幾分鐘換出嚟跟住就喺個禁區度送個12碼俾對方，驚死佢對方唔入咁樣。即係我真係即係我質疑緊佢係有古怪，真係嘅嗰個。即係我真係唔明白做乜嘢事，究竟喺度做乜嘢事？即係去到咁嘅檔次，去到咁嘅質素，即係完全係一啲即係白痴嘅行為。當時雖然對方係冇人掹漏咗，但係俾佢射都未必入啦。我真係好戥科特迪亞唔抵啊！呢次即係我相信冇㗎啦。即係如果以科特迪亞而家咁嘅人腳、咁嘅分組、咁多年嘅努力，起碼都值一次出線啦，我覺得。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事實就擺在眼前，即係搞嘢唔需要，即係呢啲古靈精怪嘢就唔需要全隊搞嘅，一個半個搞就得㗎啦。所以呢啲嘢即係清者自清，濁者係自濁啦，翻去即係自己諗諗啦，究竟。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好戥科特迪亞唔抵。即係如果以杜奧巴呢個球員或者係托尼兄弟等等，我真係覺得呢班球員係值得連續打，有啲甚至打到第3屆世界盃添。之前2屆係俾你
即係抽籤啦，抽到死亡之組佢就慘啦，係嘛？但係即係如果連咁樣都出唔到線咧，咁科特迪瓦即係嚟緊除非佢仲有一啲比較好嘅球員啦，即係如果唔係嚟緊即係下一屆或者即係當然可能佢都入到決賽周嘅以佢實力，但係問題係唔係可以出到線咧？真係，唉，算吧啦，唔講。咁反而另一支令人欣喜嘅球隊就係阿爾及利亞啦。阿爾及利亞就真係令人眼前一亮啦！呢班波，即係其實阿爾及利亞都係世界盃啲苦主嚟㗎啦。即係82年世界盃第一次入咧，就俾呢個西德同當時嘅奧地利咧就攜手咧做咗佢出局。咁當時佢爆冷就擊敗咗西德嘅。咁但係咧跟住就8強就打得差啦。咁另外咧就上一屆亦都打得麻麻地啦。咁但係呢班球員咧將士用命啊，今年犀利。即係我覺得今年係值得一讚，即係令我可以企起身拍掌嘅其中一支球隊就係阿爾及利亞。即係呢班球員咧係用咗最大嘅努力咧，亦都係佢哋打出嚟每一場波咧，都係打到嗰個精神面貌出嚟。就算縱使佢第一場輸咗俾比利時都好啦，其實當時嘅表現成場波唔算好差，即係唔差㗎。係唯獨是一啲嘅即係錯漏啊，同埋對方比利時嘅質素高咁解。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阿爾及利亞咧今年係打得相當好，即係去到16強，當然啦，出線8強嘅機會係微乎其微㗎啦，老實講。咁但係咧，最終我都會俾啲尊重呢隊嘅非洲球隊。咁另外講埋其他一支非洲球隊就係加納。咁加納就冇説話好講啦。加納我自己覺得就佢哋盡咗努力㗎啦。咁但係咧，因為我都話過呢一組咧，其實真係死亡之組嚟。咁其實對住美國嗰場波，佢哋都唔係打得差。咁來輸咗波之後，好努力咁對德國打一場好靚、好漂亮嘅一仗啦。咁但係最尾嗰場都無關痛癢㗎啦，因為德國同美國都諗住攜手出線嘅情況下咧，其實加納都冇機會，咁最終輸埋俾呢個葡萄牙。咁但係其實加納即係上一屆都令人震驚啦，上一屆都能夠入咗8強。咁其實今年如果人腳上，我自己覺得反而有個別咧，又係啲升級球員都唔係表現得好啦，尤其是嗰個阿保定啦。但係最後尾就有啲得意嘢，就係話最後尾阿保定啦，咁同埋咧即係另外都幾好笑嗰單嘢，蒙達利嗰啲又唔知搞咩喺度，就俾人咧逐出咗國家隊。咁同埋因為啲獎金問題，即係非洲球隊咧有一樣嘢個問題就係永遠啲嗰啲官員啊，永遠嗰啲古靈精怪嘢太多啦。咁再者咧就話應承咗嘅獎金咧永遠都唔俾，咁或者唔俾拖啊。你嗰陣時啊，喀麥隆啊90年啊入咗8強啊，啲獎金到今日都未俾啊。94年啊可以貪到連波衫都冇嘅。即係你話呢啲球隊係咪幾好笑啊？咁所以變咗咧，最終咧即係加納咧同埋譬如尼日利亞呢啲球隊咧，經常就會發生呢啲事。喀麥隆啊呢幾支球隊，咁所以咧永遠咧就係去到一啲位咧，佢就可以要挾你啊，或者即係其實打講數咯，咪一鬥講數啦。嗱，打唔打呢場波？你想唔想我打好啲啊？想打好啲又出獎金啦，係嘛？快喺嗰邊就運啲獎金過嚟啊！佢連過數都唔信啊！佢要真金白銀咧，最好笑咧就喺最尾嗰場分組賽之前咧，就要佢運啲錢過嚟嘅。咁每人派10萬咁樣，唉都幾好笑。所以有陣時即係非洲球隊啲嘢，即係我記得當年咧，即係10幾20年前球王比利講過一番説話，話非洲球隊唔知幾多10零20年後都有力爭取世界盃，即係講嘅啫。如果啲人種嗰啲人個社會或者係即係嗰個成個現況都唔再改變嘅情況下咧，我覺得都唔使諗。咁但係畢竟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如果今屆嘅世界盃嚟講咧，非洲球隊本身有幾個領隊咧，我自己覺得係教得唔錯，尤其是林莫治咧，即係科特迪瓦嘅領隊啦，係唔錯。咁所以當然啦，阿爾及利亞方面更加啦，即係個領隊即係都唔需要多講啦，我直情係即係一流添啊！即係阿爾及利亞就咁，其實如果你真係計咧，反而我真係5支非洲球隊，如果以實力嚟計，我最睇唔好佢。但係領隊哈利荷舍咧係一個相當經驗豐富嘅領隊啦。喺限米煮限飯嘅情況下咧，佢真係好嘢，因為畢竟咧，即係哈利荷舍咧講多少少咯。佢本身咧喺球員時代咧，佢係前南斯拉夫國腳嚟嘅。咁佢喺巴黎聖日門啊、南特啊呢啲球隊都效力咗好多年。咁佢對於法國嘅國情咧好了解，亦都喺作為領隊咧都好多即係好多曾經咧喺法國度教過啊咁樣，里爾啊、雷恩啊，甚至巴黎聖日門等等。所以佢對於咧阿爾及利亞嘅國情發展或者即係對於阿爾及利亞嘅球員都比較了解，相對比較了解。由於因為阿爾及利亞同法國咧都係一啲政治嘅或者歷史原因嘅問題咧，好多尤其是大家都知啦，唔少嘅法國腳咧都係咧阿爾及利亞裔。
而且好多埃及利亞球員喺法國揾食，所以佢對呢方面相信嘅了解同埋喺非洲球隊嘅了解呢，呢樣亦都係佢無往而不利嘅其中一大原因，即係令到佢帶領球隊比較好嘅情況下呢。所以呢，佢真係有時有啲嘢呢都唔係一朝一夕咯，可以咁講。咁啊當然啦，再補充就係即係呢一節啦，臨尾都講啊，今年都再不厭其煩講啦，今年真係美洲隊嘅天下啦。咁啊世界盃16強成紮咧都好似美洲國家杯咁啊，巴西啦、智利啦、哥倫比亞啦、烏拉圭啦，甚至中北美洲加勒比海嘅墨西哥啦、哥斯達黎加啦。咁其實再加上啦阿根廷啦，咁同埋仲有美國，咁其實即係都佔咗成個江山嘅一半，差唔多真係正一半有8隊。咁但係還好嘅就係話咁啱線嘅走線咧，就抽到巴西就淘汰咗智利啦，咁啊跟住哥倫比亞淘汰咗烏拉圭啦，咁咧荷蘭就最終亦都淘汰咗墨西哥，咁還好哥斯達黎加就互射12碼咧就入咗8強，咁所以其實變咗咧，其實就少咗3支美洲隊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講翻轉頭咧，烏拉圭嗰單嘢都幾好笑嘅，即係蘇亞雷斯咬人嘅事件，咁嗰次就。即係事件咧，即係對住意大利啦，幾廿年嚟你就冇説話好講㗎啦，咬咧就係咬㗎啦，亦都冇説話好講㗎啦。即係罰就要罰，咁你話至於過唔過重呢啲嘢，我就覺得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咧最慘就係因為佢唔係第一次，佢唔係第一次嘅情況下咧，咁其實國際足協咧，尤其是喺世界盃呢啲咁大舞台，而且咁多人可以睇到嘅情況下咧，你係走唔甩嘅。你想判輕少少，你都冇辦法。再者啦，就以儆效尤啦。咁甚至咧消息講啦，甚至佢話佢而家原來大家話喂得3次咬人，原來唔係喎。原來話曾經仲有5次啊，連國際足協咧連查都查埋啦，話曾經有5次喺烏拉圭咧喺國內聯賽當時咧國內咧都曾經有啲咁嘅事件嘅。咁所以啦，阿蘇亞雷斯咧就真係喐不得其正，咁亦都正冇辦法啦。烏拉圭喺亦都新舊交替，有部分球員好似科蘭年紀大咗啦。咁今年卡雲尼亦都係喺巴黎聖日門咧就搞死咗，即係成日打逆風咧，變咗個狀態唔係咁好嘅情況下咧，變咗一冇蘇亞雷斯就最終都輸咗俾哥倫比亞。好啦，咁啊轉頭翻嚟第3節再講講8強，即係入8強嘅幾支球隊啦，同埋16強嘅賽事，再者要狠批下呢個巴西同荷蘭先啦。